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川普过去捌讲过，讲台湾抢走着美国晶片的胜利，即摆要进入着川普的时代了。外界担心台积电是不是会被迫甲上先进的2奈米的制程刷到美国呢？经济部长郭志辉讲，目前这法规也未稳准。台积电积极布局全世界市场，进军日本、伫美国设厂。亚利桑那的晶圆厂更加打算伫12月份要完工生产，这外界拢真关心。川普重新回到北京，会为产业带来什么款的影响？即马风声讲，业界有估计，川普2.0时代，台积电有可能面临的情形，上不利的当然就是，互人加税又搁被取消补贴，这有真大的机会，也是讲加税同时有条件维持补贴。另外，无加税、取消补贴以及上有利的维持现状，这拢有可能。他即使用关税，或者是说要求人家去那边投资那这个其实都会造成美国当地消费者负担的成本比较高，反而全世界负担的成本没有美国那么重。川普要放条讲，要对台积电收保护费，或者个产业回归美国，变怎制定川普2.0的政策，爱去观察。2奈米的制定敢会被迫提早伫美国设厂？经济部长讲，目前也无法度。我想是值得研究的命题了哈。我们台湾也有一些这个技术保护法在哈。那现在2奈米能不能够到国外去生产？根据中华民国的这个法令我想目前还不行。台商在中国的产业影响会比较大，对台商在其他国家的产业跟台湾的产业影响应该不大。外界估计讲，唔拿台积电尔，其他台湾的厂商冇可能去受到影响。前立委郭正亮伫节目中就讲到，讲美国打算伫2023年时，美国这半导体要达到全世界市占率20%，这包括台积电、日月光、联发科，拢可能是美国要求甲施压的目标。针对这点，日月光表示讲，要伫研究，联发科嘛无进一步的说明。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